阿姨，你离开阮已经365日。阿姨，你离开阮已经365日。今仔做对年，子孙仔拢转来看你。纪念集，你满面春风的相片，犹原伫大厅笑甲合袂离。毋过册房头前迄只你定定咧坐老阵椅，向阳的双手虽然犹原伸出去，犹原咧欢迎每一个踏入顶斗的今日。毋过日头光冷冷，毋过伊仔心空空。毋捌字的你，却亲像咧写归厝间的稀微。阿姨，伫你无伫咧的日子，阮常常想起你的教示，讲做人爱自卑，讲375迄块4分田，人地主输当时可能恁老爸趁无钱，慷慨恕咱来兵变。日后人后代若要收转去，千万着爱感恩行人12万分的谢意，毋通计较补偿有几元，有你有无啊？行咧祝人永远福气食100字，无双手合掌祝咱万事如意拢顺时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定讲你青面牛毋捌代志，讲无像阮读规牛车的册，捌规拖拉区的道理。阿姨，阿姨，规牛车的册，规拖拉区的道理，毋值得你3-2句寥寥啊破豆的智慧。阿姨，你离开阮已经过一冬，是讲是安怎300多工你拢无要入阮的梦？是安怎你无爱互阮梦中继续甲你来开讲？我还真济毋捌的代语，想要请你斗帮忙。孙仔逝世，也有袂少要教你师奶的事项。你煞双手点点拢交棒，是毋是你甲阿琪天香中红相疼痛？是毋是你甲祖先见面有交代？是毋是恁一切完成无遗憾？所以有梦无梦拢相共，叫阮毋免操烦，毋免失望，爱轻松自在，稳稳啊对你的脚步，行出飘撇的一世人。